Yo，今日嚟到 Day 6啦。Day 6要做嘅嘢咧就係試下去到力先，跟住之後咧個時間會短啲嘅，但係個強度就會高啲啦。好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好，首先喺開始之前咧，我哋又測試一下，而家小飛你嘅力量去邊度啦？準備開始。哇！已經唔使練啦，已經上咗去啦。你上晒。你唔使一開始就挨向後嘅喎，通常你挨向後即係代表你已經係點啊？你已經係抽緊向下，但係你可以拉開嘅時候。我係拉開咗先抽向下。係咩？係啊。好壞喎！你個做法似啊！好啦。好，我哋開始第一個動作嘅訓練啦。呢個動作咧就係前邊你要跳上去處於一個最收實嘅狀態啦，跟住佢就會下降一半，去到手踭大概90度，抽翻自己上去啦。咁你做3下啫，你就當係平時做啫啲 pull up 一嘢跳咗上去，慢慢放，只不過唔係放晒，放咗一半上去。好啦，我準備定10個。試下。好，上咗去先。hold 住落，準備上，哇！準備上，上，OK 好。哇！唔揀啦。係啊 partial range。邊度背？邊度用力？呢度同埋上面少少咯，仲嘗試緊捉嗰個發力嗰個位。唔使啦，得咁多，直接抽水就得啦。好。唔係咁簡單啊！呢個係我最 worry 嘅動作。worry？係。咩叫 worry？第一個動作已經難度高咗3倍。好。好多一齊先。好。OK，嗌出聲得㗎啦，請力量之神幫手。又嚟。係。力量之神唔喺呢個 series 入面。好嚟，去呀！去呀！去呀！去。OK 好。哇！邊度啊？係上去嘅時候用佢係咁 hold 住咯，跟住落翻嚟佢就冤啦。未 show off 下我呢件新嘅衫。係自費嘅新顏色，抵買抵着好着。
你想死住，仲接受到，啱啱開始啫嘛，有個好 top 嘅人嚟㗎，係咩？係啊，講兩句又開心。冇咁容易就覺得想死。你開拉長㗎。我執啦，即刻啲級變晒。top 又唔代表人哋唔會反白眼啦，會咩話？ top 又唔代表人哋唔會反白眼啦，即係反級。唔係喎，邊個話 top 就會唔反白眼嘅？反白眼係無奈啫嘛。好啦，好啦。啊，我好中意做呢個咧。唔係。係嘛？呀！Yeah！Come on！Yeah！啊，就係咁㗎，就係啦。係。OK。對啦。係。下一個咯好啦，轉頭要 hold 嘅位置咧，就有啲烏鴉。烏鴉在邊度咧？平時咧，咪喺呢度 hold 住90度嘅咧。喎。而家唔係，而家上邊。OK。好。And seconds。好。準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開住咯OK。Nice。喎，3組啫。好。Very nice。有6日啦，係咪啊？5日啦，6日啦，6，今日6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日。係。還有6000，就係我嘅生日。第一下上係咪都有上過？遲早。有啊，就係用嗰個方法跟住上多咗咯。不過你話我一開始就斜咗嘛？你好遠啊，同個巴，你要近啲先啊嘛。你諗下點樣可以近？你個手踭擺邊度？好啦，嚟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可以。你可以直接喺個板度上去啦，反正都係斜斜嘅。
唉， OK，好啦，嚟啦喎，要幾多？腳人體幾多下？六下，拉屎，許快嗯， ，OK，可以，啊，係順暢咗。嚟啦，會啊，會啊，會，係咯，係咯，OK。你做 rank pull up 嘅時候咧，你個手臂一定會覺得打側上，但你做正式人體咧，你都會向前，唔知係慣咗定係咩事㗎啦，但係你會識得咧，即係打橫睇會話離開咁一定上。呢一隻咧變咗係咩 pull up 咧？呢隻係叫做 high bar pull up，即係啲人將啲 bar 拉到如果你成日都拉長嘅呢個位置，拉長就橫開，嗰啲係拉花學咩咧？啲人學乜所謂有時候係用嘅時候，隻手打嚟話拉屎喎，你唔使記嗰個拉法，你淨係純粹標下個 BB。OK，好嘢，我覺得真係唔計啦。係，好，好啦，我 reverse curl 咯，我10下。
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好，那今天就上了吧，好，好，来了，跟住再收，嚟，記得掂，OK，好，我要攞呢個 ring，因為你拉人係拉到最後嘅時候，我係拉唔到喎，即係 hold 就 hold 住，應該係可以睇翻同一個位置吧，對不對？对。好，第二個，係啦，晒晒，
開始。五個。OK。完成。完成啦。耶！準備打啦。好，試下啦。嚟。OK。好，就喺度先，就咁就完成啦。明天繼續，拜拜。